喺香港有成千上萬種唔同嘅昆蟲，當中只有2種受到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嘅保護，佢哋咧就係長鳳蝶同埋金長鳳蝶。呢2種嘅蝴蝶同一種有毒性嘅本地藤本植物係息息相關嘅，佢就係印度馬多鈴啦。面對住城市嘅急速發展，棲息地受到破壞，呢啲物種仲可唔可以揾到佢哋嘅生存空間呢？所以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就決定同學界攜手合作，將呢個共生關係帶返去城市裏面。蝴蝶嘅幼蟲咧，佢哋嘅食性十分之專一啦，好似長鳳蝶幼蟲咁咧，其實佢哋淨係食馬兜鈴嘅植物嘅啫。咁所以透過喺學校咧種植馬兜鈴咧，我哋就可以喺香港咧去重建翻一個破碎咗嘅生態網絡，希望佢哋可以揾翻佢哋嘅寄主植物，從而咧繼續繁衍落去。呢個係一個為期12個月，結合跨學科資源嘅深度教育項目。自2024年起，我哋同10間中小學合作，喺唔同嘅社區種植咗30棵印度馬兜鈴。我哋相信學生就係最重要嘅生態守護者，透過日常植物照顧而成為具有保育知識、技能同埋價值觀嘅環境大使。當初揀呢個計劃咧，就係因為金長鳳蝶其實本身就係佢嘅獨特性啦。而印度馬兜鈴咧同金長鳳蝶共生，咁如果我哋增加咗印度馬兜鈴嘅植物嘅話咧，其實可以令到金長鳳蝶有更加多嘅生存空間同埋機會嘅。咁我覺得小朋友對於佢哋嚟講，本身就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嚟嘅。佢哋會親手種啦，定期量度，定期去淋水，見證佢開花甚至乎結果。我覺得呢個計劃係好重要。對我嚟講，印度馬兜鈴係好重要嘅，因為係我親手種。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係可以幫佢施肥啊，同埋量度，因為可以發現佢嘅生長過程咯。我發現咗小雨天係有陽光，所以佢會高大啲。可以去親手摘嗰啲花，切開睇下入面嘅結構。有啲花係雄性，有啲花係雌性嘅。雄性嘅有花粉喺上面。作為一個小學老師啦，我哋可能都未必會要求所有嘅小朋友都會做一個啲驚天動地嘅大事嘅，反而我哋會着重一啲小事啦，佢哋做好每一件小事咧就已經好足夠啦。例如佢哋會定期出席一啲量度嘅活動啦，或者係我哋每一次淋水之後咧都會還翻啲物品啦，甚至乎係有一隻蝴蝶嚟咗學校，佢都會好好地善待佢哋。呢一啲就係同大自然共處嘅一啲過程。如果係學識咗呢啲小事之後咧，佢哋都會明白其實我哋人係同大自然一齊共生嘅。其實我哋今年咧就將印度馬兜鈴做咗一個重點嘅探究主題，加強科學探究同埋數據量度嘅元素，令到內容可以同我哋校本嘅課程銜接，而其中動手做嘅部分仲可以提升同學嘅學習動機，將科學理論變得更加立體同貼地。呢個計劃最正嘅地方就係俾到學生一個冇標準答案嘅真實情景俾佢哋去摸索，佢哋要親自去做持續嘅量度，面對真實嘅數據，有陣時會量度到一啲奇怪數據，同學就要學識點樣去分析同埋篩走異常數據，亦都要主動反思，睇下現有嘅量度方法係咪有改善嘅空間。學生可以真正經歷一個充滿未知而且有深度嘅探究過程。喺面對困難、解難同埋培養批判性思考方面，對佢哋嘅科學素養絕對有極大而且係實質嘅提升。咁我就發現到佢嗰個管狀嗰個結構入面咧有啲毛啦，咁喺書上面可能冇咁清楚見到佢係倒掛噶啦，咁可能喺顯微鏡之後咧就見到佢係倒轉咁咯。
雖然馬兜鈴係有毒㗎啦，但係不過佢對於長鳳蝶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存在。學生除咗會喺學校照顧幼苗同埋學習植物嘅知識之外，亦會嚟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嘅本土植物苗圃參觀，了解我哋由收集種子去到整個棲息地復育嘅過程。參加者啦會嚟到苗圃咧，咁可以咧親身咧接觸到原生植物嘅種子啦。佢哋咧有唔同嘅大細啦、重量啦，咁我哋都會同佢哋講解一下佢哋嘅結構啦。以至到咧佢哋嘅傳播方式，會有咧動物幫手做傳播噶啦，有水做媒介噶啦，亦都會有風力傳播。當中咧亦都有一個叫做磁力傳播，而佢亦都會用水力去傳播。咁我哋希望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係加深學生啦對呢個植物嘅認識，會喺生態上咧會更加多興趣咁樣。佢叫刺瓜，咁佢都係一個藤本嚟嘅。喺個果實裏邊咧，會有幾十粒種子。咁而每一粒種子咧，佢都會咧有一執絹毛啦。咁啊，下邊咧就係連接住種子嘅。咁呢個絹毛咧，都係可以隨住個風咧，將個種子咧帶到去一個即係更加遠處嘅地方。咁啊喺樹幹上咧生長咗一棵植物，咁佢叫做穿心藤。可以睇到佢嘅葉上面有唔同大細嘅窿，有機會係植物因為生長嘅環境而產生呢一啲窿，從而減低風同埋水嘅阻力。另一個推測就係植物本身係想模仿被蟲採食之後嘅樣，所以先會出現呢啲窿。苗圃嘅保育工作將學生由熟悉嘅校園環境延伸到更加宏觀嘅保育視野，達至一個更加連貫嘅學習歷程。學生可以透過觀察本土植物去學習科學知識，而呢種同大自然直接接觸嘅經驗，亦可以令到學習經歷更加深刻。喺呢2年嘅協作嚟講咧，帶到俾學生同埋老師係一種 sense of agency， 即係佢哋覺得自己真係有能力去到做一啲實踐同埋改變，為咗呢個地球。有2間學校都會好喜悅咁樣將一啲相片去到話俾我哋聽，咦，佢成功將自己嘅印度馬兜鈴嘅果實收集種子、培苗，以至到佢移植咧，係一件好突破性嘅事情嚟嘅。每一粒馬兜鈴嘅種子象徵住一個新嘅盼望，未必每一顆盼望能夠結果發芽生長。咁但係咧，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咧，能夠將種子撒得更廣更遠嘅。